这题你袂晓？我袂晓，我嘛唔知。你安尼你是要那个同学聊天开讲哈？上诶，啊，我即马有同学，你去查者，我即马有同学，诶，就甲你讲我袂晓就袂晓，唔知就唔知嘛。啊，姐莫生气啦，我想歹啊，若无吼袂晓，无咱看一下电视啦吼，迄专家有智慧，啥物拢会晓。当然的哦。啊，请问华语的金鱼台语安怎讲？那海底吼，嘿海底我自细汉食较大汉，因为我觉得婚林人啊。啊，今嘛袂使食。今晚没当讲。每日一台语，海堤就是海豚的意思，属于国际保育类的动物。捕杀海豚最高可罚150万，没有买卖，没有伤害，千万勿汤假哦。我较早无禁止，较早无禁止，海底甲去除掉，就剩下2个嘛，喷水鱼甲海昂嘛。对。海洋。我看因其他4个狗我拢同款无，应该是海豚。不，海豚的海底你是，我拄仔你讲话你是你困去啊？我你讲海豚啊？海底就是海豚啦。是海洋对唔对？厉害！老师，是安那叫海洋，唔是喷水鱼就好。因为喷水的嘛，无有的迄个其他嘛是不一定讲是海洋啦。啊，咱用海洋这个名主要是，确实咧对在座的女性来讲吼，因为伊这个翁其实是咧讲上大的意思啦，吼，所以讲上大的动物、上大海底的这个动物就叫海翁安尼啦。